高雄呢？想必對自己嘅廚藝非常滿意哈。可以。佢就有年嚟到亞裏邊係用自家嘅手藝，好真嘅。謝謝。雖然沒有辦法從口裡攞妹按離開了，不過還好啦。我兒子還蠻喜歡的。為什麼是挑這個意大利麵啊？其實我從來有講到天樣啊、熒光啊，這種不太樣相。我好做意大利麵的原因之一，係你看到的天樣兩場鋪啦，其實有啲四海好兄弟啊，然後教父啊，裡面那些黑手黨，黑幫電影啊，裡面一定會有講到意大利麵。我記得很清楚，有一幕是《教父》第2集，那個有一幕，那個黑手黨的那個阿伯跟那個裡面主角說，反正基本上講說，來你過來，我教你如何做意大利麵的那個醬。你永遠不知道什麼時候你會幫一群人，你家人啊，或者幫20幾個人煮意大利麵，所以你需要你要知道如何做。這就要給我很大個太陽胸。可是你娘叫我用去做喏，可能咩咁簡單咧？可能要買個東西嘅嘛，東西睇，咁係咪我做飯咯？你看，奇怪，就係咁字味咁樣啦。反正另外一部黑手黨電影，裡面有句話說，意大利麵就是要蒜頭，然後我就拼命弄很多蒜頭，馬上兩個米就做出來，所以來跟這樣工作咧，乃是一種電影學到的知識啊，你知道？你講嘅黑幫電影我都有看我沒有記得這些片段。有，我跟你講真的，我還跟你講，真的什麼地方有，真的有。你還吃這就歸景色很懂吃的嘛？因為像我這種不懂吃的人哈，我真的會忽略這些同料理有關的。你都會唔會注意到？規劃困難的事情，規劃後來來規劃做，圖書館有甚至前面嘅圖書館有甚至會都媽咪講打工啦，都講去從人嘅餐館從人像聽聊咩聊啊嘅廚師講，問我哋是好東西嘛。你講提米貴的事啊？沒有。學啊上茶小最好茶小邊去去做餐飲啊。